匯豐銀行數據中心係香港關鍵設施發展嘅一大里程碑，展現咗香港建設世界級數碼基建嘅實力。2008年啟用嘅時候，佢唔單止係全亞洲最大，更加係香港首個達到 T3+ 嘅標準，兼且具備咗升級至 Tier4 能力嘅獨立設施。奧雅納為呢一個世界級嘅項目提供咗項目管理、安全諮詢同埋 IT 結構化佈線嘅諮詢等等嘅服務。為咗做到全天候無間斷嘅運作，項目裝置咗先進嘅保安系統，防範電力故障同埋實體入侵嘅風險。同時採用創新工程方案，預防地震、爆炸等突發嘅情況。項目仲融入咗環保元素，例如雨水回收同策略性嘅天窗設計，充分咁體現可持續發展嘅理念。呢個數據中心負責處理匯豐銀行喺全球30幾個國家嘅業務交易，進一步鞏固咗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嘅地位，同時推動本地創新科技產業嘅發展。項目裡面嘅機電系統、保安及諮詢科技嘅設計，已經成為咗香港同亞洲區內數據中心發展嘅藍本。